优米。 啊，收工了，收工了，收工了！谢谢导演，谢谢导演，谢谢各位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哎，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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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帅不帅？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！帅不帅？好了，怎么了？大家都很帅。那个，你们先狂欢一下，我去跟盛总报告一下。哦。 是等天晴。这一次的广告，你们拍得很不错。子豪，你第一次让我看到你的音乐才华。 希曼他还能恢复吗？这还很难说。不过从他的病理上来说，他的味觉失灵症不应该有如此的严重。所以说，他的病根子应该全部在心里。这个情况我也知道。不过我听完你讲了关于他的故事，我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。 她是一个外刚内柔的女人，你和陆刚都深深地伤害过她一次，这种阴影啊一直笼罩在她心头，使她挥之不去，所以才导致她这个嗅觉失灵症反反复复，一直到现在越发严重。那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治好她的病吗？心病还要心药医啊！ 我看他这个病根子就在你身上，他对你用情很深，所以只有你对他的关照、安抚、鼓励，才能了了他这个心结，你才能治好他这个病啊。可是他根本就不愿意见我，我也担心我的出现让他的心情更加糟糕，对他的康复反而不利。正所谓，有什么样的因就结什么样的果。 今天这个局面很困难，但是你必须面对。我知道了，这件事情因我而起，我一定不会放弃的。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，让它好起来。为什么？ 你神经病啊你！我真挺厉害的，可以让盛总这么挑剔的人都对你赞赏有加。开玩笑，我是卧龙岗的孔明哎，遇到刘备我就大展身手了。孔明啊！怎么样嘛？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 不是，你说啊？牙齿上有菜叶啊？我没有啊。你们最近感觉如何？我的嗅觉是有一点进展，但是味觉还是不太好。还需要慢慢再观察一段时间。但是我必须在红酒推荐会之前痊愈。 你这个病千万不能着急呀，否则那就前功尽弃了。
怎么样，蔡指导？这首曲的旋律很优美，很适合现在的年轻人了。我会尽力向董事会推荐。子豪，你已经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，祝贺你。那关于专辑的计划？现在音乐市场萎缩的厉害，所以我们对出专辑非常谨慎。不过，我可以先帮你出张 EP， 看看市场有什么反应，你看怎么样？谢谢。谢谢。蔡指导，外面有您电话。你们两个坐一下。EP 很好。对啊。哎，晚上我们去音乐广场好不好？去那干嘛？去就知道啦。走啊。这是干什么？这是我第一次写歌给你，写给我？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啊？什么事啊？你能不能答应我，继续接受我以后一直写歌给你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帮你写歌，我才有激情，才有灵感，才有灵魂出窍的感觉。哎，你不要闹了，我是认真的，好不好？这样好好笑哦。那你到底答不答应嘛？你不要闹了，行不行？什么啦？接受我写歌给你嘛？别闹啦！答应啊！干嘛？别闹！嘛！站住！太久没扇你了，又不舒服了，是不是？哎 ，OK 啊，来啊，来啊 ，Come on 啊！自己要求的啊！刚才感觉很好啊，怎么了？是什么？怎么了？你不会又说刚才那个是误会吧？只是摔了一跤而已啊！哎，那你到底答不答应啊？怎么啦？答应我以后继续写歌给你啊！你想写就写呗。朱院长，新安最近怎么样了？还有待观察，还看不出明显的好转。可是他最近的情绪很不稳定。这真的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？我看他的症状，还得你来解呀。
这里干什么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看到我这样很开心啊？是，我没有病是骗你的，我要结婚也是骗你的。你可以回去跟善林汇报了，你去啊，去啊！对不起。不要跟我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无法补偿你所做的一切。我知道，无论我做什么，都弥补不了对你的伤害。我只是想，可以站在你的面前，真诚的跟你说声对不起。你跟我道歉，只是为了你自己可以心安理得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一曼，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彻底的从过去走出来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，不要因为我的错误而惩罚你自己。我听周院长说，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一曼，你可以恨我，但是不要因为恨我而伤害你自己。你冷静一点。我知道你恨我，如果你真的希望我可以从你的生活中消失，我答应你，我可以一辈子不见。也许。这是我现在唯一可以为你做的事。我知道你恨我，如果你真的希望我可以从你的生活中消失，我答应你。你不是一直很希望看到他吗？但是为什么看到他的时候，又忍不住要骂他？难道你再也没有勇气面对他了？张望，你家门铃该换了啊！敲了一上午，我手都痛死了。是，来走，我看看，好了吧？我要喝茶。好，没问题，马上来。你们两个不嫌远啊？你是一大清早坐几路公车去按门铃的？你不知道我搬家了吗？我搬到娜娜家对面了。拜托，都21世纪，你还用这种方式泡妞啊？啊？我们那儿要搬迁了，我只是顺应拆迁而已嘛。搬迁？张望，你不是跟我说你要24小时在我旁边吗？轻点儿，我是一箭双雕嘛，我这是。什么叫一箭双雕呀？那林轩就不能待在那里了？对呀，这一拆迁都夷为平地了房子。哎，子豪，我要恭喜你啊！听林轩说你马上要吹一批了啊？对呀，棒吧？哦，拜拜。哎，子豪，这，嗨，来，娜娜，走，来，我给你按了啊，我给你按。
哎，轻一点嘛，我跟你说轻一点的。好，没事，先这样了，拜拜。请问你把我东西都搬到这来是干嘛？房子都拆了，张望也搬走了，难道你不知道？那我自己可以再去找别的房子嘛，你干嘛动我的东西啊？不是嘛？再怎么说，这个工作室也有你的一份，我想你应该会很乐意搬到这里。你想，他有没有想过我怎么想？你知道我一回家一看到房子全是空的，我什么感受啊？很凉快嘛。哎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放东西。你是我老板，我帮你拿东西是应该的。不用，我借。给我啦！给我拿吗？给我拿！我的世界就还给爱自由，忘记我们承诺的那些美丽的错，那是永远的伤痛，就当作一场梦。喂，谁啊？哦，我有事情，我出去一下。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。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你明知道这颗石头是我对你的真心，你把它还给我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还不明白吗？把你的真心还给你。我做错什么了？你没做错什么，是我做错了，我不爱你了，爱上别人。不是，你把它拿着，你把石头拿着啊！你把它拿着，拿着啊！思雨，哦，亲爱的，我没事，你稍微等我一会儿，马上就好了。大碗，我等你。既然你这么不在乎这份情，我留这个石头有没有什么意义？明天我就回去，没有你，我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。沈草，你的学业还没有完成，为了我这么做，你知道吗？你破坏了我对爱情所有美好的向往。我不会再爱了。子豪，放开我！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我跟你说分手是不得已才能要做的，我有自己的苦衷。我不想再听你解释了。子豪，我听说你家里出了事，我马上就赶了过来，我很担心你。你跟我回法国吧。
我们再从头开始好吗？你凭什么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子豪，你还爱我吗？我从来没有见过沈子豪这么的悲伤过。这个女人，在他心中有着什么样的过去呢？喝点水吧。你今天那么急着出去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啊。无言找我。那你早点休息吧。晚安。李娟，子豪呢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哎，你看，这年头送什么都有，居然还有送石头的。你看，哎呀，这家伙以前连石头都不放过，上面还有字呢 ，DS4R， 这是7还是 L？ 你看，哎，子豪，有一个姑娘送给你的，人呢？走了。哎，子豪，子豪，你走了，神经病啊！是否还记得曾经望着漆黑的夜空，躺在沙滩上，不知不觉开始幻想成长了以后，才发现一切都不是那样，像一直往前飞，你不是把它丢了吗？却看不清方向。为什么还在那里？当时你转身之后，我就跳进水里，找了一晚上才找到他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如果我跟你说，
我爱你，可能你还是不会相信我吧。你要我怎么信？当年我得了红斑狼疮，我没有告诉你，是因为我只希望你看到我最快乐、最漂亮的一面，我不想让你看到我丑陋的样子，我不想拖累你，所以我欺骗了你，我宁愿你一辈子恨我。我也想过，以后再也不要来找你。但是当我病情好了，我听说你家庭的变故，我实在忍不住，我还是要回来找你。就算我面临着随时可能旧病复发的危险，我也认了，我什么都不管，因为我心里面很清楚的知道，我还喜欢你，我还在乎你。这种明明喜欢你，明明相爱却不能在一起的感觉，真的太痛苦，太折磨人了。子浩，我不想骗自己，我也不想骗你。以前我说的什么话，做的什么事情伤害了你，我希望你能原谅我。我这次回来，我就想回到你的身边，我们再像以前那么好。我们不要再分开，永远在一起，好不好？你凭什么说开始就开始，说结束就结束？你有没有顾虑过我的感受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子豪，回来了。我煮了面，一起吃啊，还没吃饭吧？我吃过了。那女孩找到了吗？什么？您让我去跟客户谈？我最近实在是忙得分身乏术，我真的没有时间去跟客户谈这个合作计划。而争取跟国内几家大型的餐饮集团达成协议，是我们很早就定下的目标。如果能够达成这个目标，对碧翠的长期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。可是这个我不会啊，我从来没做过。我相信你的潜力。在这一次的红酒节上，会有几家国际大型风投组织来参加。
为了要得到这些风投的关注呢，就必须对我们的酒窖来进行全面的一次性升级，无论是软件或者是硬件。所以你务必要谈成这些客户，来帮我们的升级争取更多的资金。那万一我……没有万一，我对你有信心。子豪，放开我！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我跟你说分手，是不得已才能要做的。我有自己的苦衷。我也听你解释了。你跟我回法国吧，我们再从头开始好吗？子豪，你还爱我吗？林小姐，哦，你好呢。刘总你好，坐吧。付咖啡。好啊。服务员，你好，来一杯咖啡，谢谢。刘总，这是我们集团的红酒资料，您看一下。林小姐，林小姐，你可以跟我说说，你这次带的红酒有哪些要和我们集团合作？这些红酒又如何来提高我们集团的竞争力？优势就是我们酒窖的红酒都是国际很知名的品牌，它的品质都是有保证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丽丽不要生气了啊！林丫头她还小。哦，对了，虽然你老说你是不小了，可是她根本就不是谈业务的材料嘛，所以你谈不成也很正常啊。啊。哎，丽丽，我们为什么不去银行贷款呢？如果我们跟银行借贷，以沈一曼的网络，你认为他会不知道吗？他一旦知道了，他绝不会放弃这个打击我的机会。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都这个时候了，那红酒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刘总，您再考虑考虑吧。你们跟我们合作的话，不管是从全国市场还是从……我好像告诉你了我们公司的决定。刘总，请您再给我1分钟的时间好吗？对不起，我已经约了人了。哎。胜利怎么会让这个丫头跑出来谈业务，而且还这么急切？难道碧翠酒窖现在很缺钱吗？哎，你还没下班？马上了。没事吧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帮你解。我脚好像扭到了，好痛啊！那你能站起来吗？那我扶你起来，来。我动不了了。哦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赵熙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到处找你都找不着，你这几天去哪了？林轩，怎么了？一曼，她始终不愿意见我，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没事的，最近发生这么多事，他可能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吧。可是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她还是拒我千里之外的样子。没事，其实我想，这种事吧，急也急不来，
只要你真心去感动他，我相信都会好的。林轩，我觉得我自己快撑不下去了。赵熙，你以前跟我说过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对于你自己的梦想，你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话是这么说，可真的到了自己身上，才发现是那么的……对不起啊，林轩，跑过来跟你说这件事情。林轩，我们还是好朋友吗？是，永远都是。谢谢你。你听我一句话，不到最后关头，千万不要放弃，加油！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。放心吧。谢谢。那你先去忙吧，我先走了。赵熙，没有想到，我们俩最终还是同病相怜。哎呦，可真的是，待会我那里有药油，我给你擦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我就觉得这里有点痛，你帮我看一下呗。哦，这里是吧？哦，对对对。哎，行吗？我不行了，我觉得胸口特别痛，有点闷，你帮我看一下呗。不是这不太，帮我看一下。这不太好吧？那是哪里啊？快帮我看一下。这里吗？不是，哎，好像是这边，这边，对。这里吗？好些了吗？有啊有啊。王伟，为他调戏我，威胁我，还拍摄了这些照片。他到底想怎么样？沈总，他威胁我，要我将盛美家的商业情报都输交给他，因为他要转售给您的一些对手。我坚决不听，他就拿这些照片威胁我。沈总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让王伟进来。沈总，您找我。这些都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被解雇了。他陷害我，是他陷害我的。你不是连这个都分辨不出来吧？我最痛恨的就是背叛的男人。这里不需要你，你可以走了。还有，我会通知红酒协会，说你这个人的品质非常有问题，绝对不能再用。滚！沈总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什么话？赵熙其实很爱你，可不可以给他一次机会啊？这跟我没有关系。怎么会没关系呢？其实他心里一直就只有你一个人。我都说了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沈总，其实有时候，就像我手里这瓶红酒一样，你在尝到一瓶好的红酒之前，可能会尝到10种不好的。你不能因为那10瓶不好的酒就放弃这个好的酒啊！不要因为错误放弃属于你自己的东西。
有人陷害我，你一句话就把我解雇，你还让我在红酒界无法立足。先生，你冷静一下。我把你颠飞。冷静一下。小叔，你冷静冷静。不关你的事。先把他放下。你别下来，走开！别过来！干嘛？